中國上週宣布，部分中資大型銀行支持並開展跨境和離岸人民交易結算，意味着中國對離岸人民幣匯率的管理能力將顯著提升，境內外價格差異將進一步收窄。同時，人民幣資本帳戶可兌換邁出重要一步。中央銀行行長潘功勝6月17日在陸家嘴論壇上宣布，授權工行、農行、中行、建行、交行、中信等6家銀行利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平台，在上海自貿區開展離岸人民幣交易。知情人士稱，這些銀行展開類似業務時，在交易額度方面會受到一定的限制。知情人士不願具名，因未授權對外評論。各家銀行所獲額度細節尚不清楚。中國央行及外匯交易中心沒有立即回覆彭博尋求置評的傳真。渣打銀行中華區宏觀策略主管劉傑認為，此次6家中資大行獲批試點，意味着中資銀行總行將直接參與離岸市場交易，將可以在同一帳戶下同時進行在岸與離岸外匯兌換操作，提升了在岸離岸帳戶之間的可替代性，相當於原本分隔兩國資金池搭建了一座橋。外匯交易中心週四新聞稿稱，當天截至北京時間17時起，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平台即其交易規模達到43.64億元人民幣，即這一規模6家中資銀行上線前日均120億元，多品種成交額顯著放大，與當天在人民幣兌換美元即其成交量44.2億元相比，約後者14%。